兄姊妹大家好，非常收看今日嘅福喜女呢個節目。今日當有意思哦，教大家去做菜，用乜嘢做咧？用人做咧？等下看是啲咯。先嚟紹介呢點解裏邊嘅係呢個營養師王怡玲先生、方陽先生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營養師王怡玲，今輩真歡喜來教大家用燜燒罐。燜燒罐我用人講，我覺得欣賞真的請等一下，你有冇？因為欣賞以自我介紹的時候還會偷看我一下，有冇？因為什麼呢？因為每一次邀請欣賞嚟到亞片，其實同大家講嘅就會買個營養嘅觀念嘛，減肥嘅觀念。不過基本上呢，欣賞嚟到亞片可以同大家嚟分享，因為嚟做菜，而且我們是用燜燒罐，對不對？燜燒罐，我先講一下欣賞。我是因為長大之後才有這個嘛，好，這也是近10年的產品。以前細個時間媽媽就會講，我要煮綠豆湯。我就說，哦耶，媽媽講，我煮綠豆湯有人煮的嘛？她說很快。我說怎麼做？她說我用那個燜燒鍋啊。媽媽講嘅客家國有燜燒鍋。我說以前煮飯嘅時間就會用燜燒鍋嘛，對不對？不過亞哈太敢用燜燒罐，為什麼？因為好像很方便。對，而且老師竟然有燜燒罐的書，真是不得了。你燜燒罐係最近剛入圍啦，所以我媽唔啲客家話用人講哈。燜燒，以前那種燜燒鍋哈，所以你燜燒鍋嘛就有使用的細節嘛，要注意你的食品衛生安全啦哈，就等於該冇煮滾哈，佢沒有該食物溫度的概念的細節哈，佢規鑊按冰落去哈，冰落手燒落去是，媽常常會就看到按人的情形哈，所以一開始同大家來講嘅就會講，其實亞哈做埋按流行燜燒罐，因為大家有現場有看到細細罐的，因為亞哈給你，係講你上班嘅時間，也係講你沒有辦法在廚房煮飯嘅時間，你帶一個這樣的東西。你飢餓的時候，要說簡單的午餐，你就做點樣食。不過，其實燜燒罐是不是有它的優缺點？因為我們現在一直覺得它都是優點，很便利或什麼的。缺點是講給中的太多的一個變化啦。因為你燜燒罐的一個做法，其實它是等於水煮。然後水煮的腔容哈，因為你是用小水去，然後你的食材本給煮熟了，所以給它煮法是只有單一種，你會變化其他的一個吃法是比較稍微單調一點點哈，所以唔過給它封片，還有我會寫一條像一條燜燒罐的食譜是講，你上班族也好，還有青島學生誒。都帶學了冇東西好煮，冇地方好煮，是做那種你學校飲水機，好來煮到青菜啊，煮到簡單的東西來選。不過經常講哈，其實佢嘅變化不大，可是我覺得，當然你說如果像什麼炸雞排啊，對不對？炒青菜啊，可能冇法度。不過你真正有燜燒罐去做，我發現還是可以做很多很有營養價值的食物也好，湯品。那是同個時間，他某個的食物，像現場昨天看到就有青豆，因為大家都覺得哇好驚訝，你講現場昨天看到也有，像是粥啊，也還有像甜湯或是蔬菜湯，其實燜燒罐都做得粥。係，是講你的變化，所以都食材可以做變化，你是冇法度做從烹調方式可以做變化。不過亞健年輕流行吼，唔過我問一下較簡單的問題，其實是比較基礎的問題。大家會問講，都在燜燒罐裡同保溫瓶，最大的差異是什麼？燜燒罐第一個容量較大，所以你煮食物的時間哈，你看你煮的東西的多寡哈，所以你要選擇的容量是冇空容哈，所以你要至少有一個小份的點心，那個燜燒罐大概你都會建議500cc 啦，到750cc 是比較合適的一個大小。用細的時間哈，你去燜的東西的量就很少，你是冇辦法做一餐或者是做一個點心的一個分量，所以像燜燒罐跟保溫杯比較，第一個容量會較大嘛，那另外是講你的保溫杯給它保溫效果冇按好，你的保溫杯可能你不用用3點鐘給它溫度是降到老室溫差不多哈。你燜燒罐，好的燜燒罐通常都會標示講你
按眼的焖烧罐焖6个小时之后，是不是还有50度、60度按眼的一个温度？如果6个小时之后含住料按眼的温度哈，那种的焖烧罐让做的维持比较高的温度，然后食物煮熟。好，所以现在洗洁不太建议用保温杯的原因是这样，是这个原因啦哈。是，和强吹都得用保温杯做哦，因为强吹用焖烧罐焖太久是会卡蒙腾，你用保温杯有时候焖的熟，对，所以那除了老师说，比如讲保温杯同焖烧罐某用给提防，强吹做的，不过其他轻斗像小米粥啊，也可以煮。其实也可以煮饭呐，对，也是要，那就要用焖烧罐。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，材质，你会买给时间，那个黑用一个质量，看会特别注意，从不？现在都是用不锈钢304不锈钢啦，哈，因为在食品等级的一个不锈钢啦，比较安全一点啦，哈，含底下高级不锈钢或者底膜标示304不锈钢，那种底背度的不锈钢材质，可能是它的等级是锰胺后，就比较容易流出那个重金属的问题，所以现在洗洁。注意一下该一个材料，因为我们现在亚哈共同黑材料跟问题哈，其实我们当然在焖烧罐的烹煮上面，其实还有轻度的技巧叠低度。不过在讲到技巧之前，同太高来讲，因为欣赏说你要买比较好的不锈钢的材质，因为是自己吃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要有按钮给耗够。或者说你买给时节，除了看上面的标示，老师是不是也有一些？假设我们买回到家，有什么样的简易的方法，都得来判断，比如讲，黑没真可以真空断热，还是它只是一个很简易的，密封或是什么的？对，有几个方法啦，是讲你注入热水落去的洗洁，对，比如以这个作为例子，你不用小滚水落去，你不用落去把它盖紧之后，你摸这个瓶身，看它会小小嘛。你如果会容易透热过来，给底部度的保温的效果可能是锰胺后，还有的是可能黑瓶口稍微有温度较高，不过摸起来是温温的，那个也还好，还可以。可是你如果是摸它，会觉得会轻手，你就中午的，然后你洗澡洗洗那洗洁的这个水温差不多小的洗洁，该那种的它的一个真空断热的效果是锰胺后，您刚开始讲不用一个晚上看，你前一天晚上睡觉的洗洁放热水进去，你第二天大口来看起来温度黑唔黑，含就差不多，你像你洗澡水。是你按有个温度是做的讲起来一个保温效果是不是比较好？就都好的，第二天打开来还会烫，有一点烫烫的感觉，那个保温效果是挺好。超好，因为亚黑它简单给粉色，就会你真的买之前要先看它的材质啊，先看标示啦，标示。黑公下都会欣赏供按有给陪准，那你回到家还可以自己做实验，对不对？自己可以试试看。不过共同亚平同他来分享一个比较技巧，就是要注意的，像这边有讲到，对，烹煮之中心温度，因为欣赏刚刚共同黑给材质，也还有给温度，对不对？还有它的这个烹煮的这个时间，我们这个时间讲的应该是说它的温度越低，你东西会煮熟，时间是越长。第二种一个时间黑讲。你至少要放15秒以上，它的一个病原菌，对，病原菌，杀菌，这是食品卫生的部分。不过你用那种的时间煮，煮唔熟，懂耶。就是讲你按眼的替稍微按眼的时间，给它病原菌，让不会对我们身体有危害，让会洗疼，让会抑制，某时会杀菌，所以你要给煮都熟，
通常大概像绞肉料的，通常都要放个2个小时哦，2个小时左右，让它整个熟透，是，让做得顺。其实讲实在话，真年轻逢偏哦，比如说你要早上你要上班的时间，你就放进去，你就去上班，对，然后中午就可以吃了，对，而且其实你没有做什么太难的动作，你可能就会备料啊，全部放进去，然后中午时间到了就可以打开来吃。不过当然有个清养，唔要抢养，所以就较会注意个问题，就会你会看你不用的东西，黑马个东西，来隔天你做都会不用去救。就经常讲的，像肉大概2个小时，剔色2个小时哈，因为老你用的食材大小有关系哈，所以你用那种焖烧罐，第一个是讲你不卡入瓦斯炉，你会带出门的时间，先要给煮滚，煮滚呢可以变哦你的一个焖烧罐，让它持续可以继续煮，煮到中间熟透哈。按你中午让做的先哈，你如果某法度开火哈，你是不是要预热啊？让整个温度可以保持在75度以上。都待会用音做好，你下堂节目好好咧，让大家来分享，所以先聊下，等下再来讲。东方去做啲绕墙头风线上呢，到节目第2啦，大家来分享。其实焖烧罐要做得走出清后是很营养的，我们说汤品也好哈，或是食物。不过一开始哈，要好好来介绍这个现场的食物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学一句肉骨黏泥，噔噔噔噔。现场有看过吗？你记冇看过？冇看过系冇？来，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哈，干面冇肉棒。做得冇痛，是不是其实很白话文？就是宁愿没有肉，可以吃。不过听说，哎呦，汤品，对，你看给不给教大家做很多煲汤，有没有？不是说他特别讲这，哎，我吃到挺有意思的，因为从爱去给他示范给世界哦。可以讲给不给哇，一整桌的菜，可是如果没有汤，我会觉得很空虚。不过可以讲有一锅汤。比如说很厉害的，比如说莲藕排骨汤，哎，我给抽一下就知道哇，给不很丰盛。你知道，因为他讲人嘅肉骨黏泥，嗰种我就揣测，迄咩青豆嘅客家人就会按用嘅，希望因为有按用嘅肉骨黏泥，唔影响欣赏。你示范嘅时汤品对你来讲有重要冇？有，哦，我我卡煮汤，咩煮饭，是一定要就一锅汤，一定吗？听说大部分都有，即便只有可能3菜1汤按用，5个会有汤品。你看，真的很奇妙哎！你看，喜上客家人对吧？好，可是说真给客家人是不是真的很喜欢喝汤？怎么办？好想要在那个脸书发文哦，很想在那个 Fokiler 的一个脸书发文。你黑没客家人啊？你有没有一定要喝汤？我要跟这一句肉骨黏泥做一个。这个讨论跟回应哈，不过总而言之，老大家的分享，干面冇肉棒，做唔得冇痛。老师，你可以没有肉，可是一定要有汤哈。对，好，希望看今日嘅肉骨黏泥，做得了解到特别爱你嘅客家人其实给刘氏真嘅，大家很喜欢汤品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也要跟大家来分享很多某用嘅汤品，对不对？我们上一段节目讲到焖烧罐，其实它有很多的使用的步骤，然后老师说还有它的中心温度轻重油。你煮东西哈，像你泡一只鸡腿哈。有等于放青苔，是那不是熟嘞？你个底度扁扁，底部度冇熟，还有风风的个哈。开始讲，你的中心温度，开底部度的中心温度是冇熟哈。所以你个煮料东西是看有熟冇，一定要看底部度的中心温度哦。好，一定要有70度以上，这样然全部熟。我要怎么知道它的中心温度？我们会有那个，我们通常去看菜的时候，都会有那个温度计插进去看整个的一个中心温度啦哈。所以你俩焖烧罐，你的用的时间，嘛就两种的一个概念是讲，你底部度整个的一个温度哈，
每一个食材底背度的一个中心温度，屉后全部都有70度以上，按饮食做的确保会煮熟。我懂了，比如讲，你基本上讲用焖烧罐来煮菜，你讲你放的都是冷冻的肉品，比如讲，然后你会吃到讲，哎，我加的是100度 C 的热水，可是有可能因为你给100度 C 的热水被那个冰冻的肉给稀释了，故说你的中心温度可能就形上讲，哎，没有70度，或是74度以上，对吗？错吗？所以你讲，你的该像你种的食材，冲太低嘛，会有这种的问题，是脑杯的温度就上来，啊，不过底杯度的温度，它要透进去，可能是该温度透不进去，模式讲透进去的时间较久的时间，整体温度就下降。比如讲你煮萝卜汤，一块萝卜都切这么大块，哎，你就总得要切碎碎的。或者说你看亚边有焖烧罐的使用方式，其实可以有真点清简单呢。清简单啊，不会清难。大部分第一次试的时候，我会建议是讲你用强菜，模式讲不用的豆腐、那个豆皮那种已经熟了或很容易熟的，你做的先做一个尝试啦，哈。你那种的一个焖烧罐，你讲煮，也是一种水煮的一个概念，所以你的食材做唔得不用烫多，你的食材多，你的水唔拉的时间，等于整个温度平衡就没有办法维持到70度以上，所以是超过它的一半吗？对，我们会建议就是一半食材哈，然后一半的对，就是高过它一半的那个水啦。我第一次煮的时候，黑毛神功我煮饭，我放米，你跟我买大口了一个时间，我很期待哦，我真的觉得哇，好梦幻！我用焖烧罐煮饭，我打开，老师，我觉得很像水饭呢。你听下意思哦，几乎唔系稀饭，又唔系饭，然后很像水饭，真的很不好吃。那就一般嘛，像讲。本身人带便当哈，用焖烧罐，就感觉是唔饱，是材料放很多，跟密码会被挤压变成最底下变挤压变成水板，好，所以你变哦，你不用一个那个食物的分量哈，然后水。跟水的一个比例要抓好，对，所以你看，就像喜肠公你先放入食材沸水，然后里面是先让罐中充满着热气，对嘛？然后预热的水要倒掉，就里面就会热热的。对，好，就喜肠公你不要放太多的食物，你要超过它一半，然后放水。那喜肠医生公，你放多少水，当然取决于你煮的是什么食材，然后再决定它焖烧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就喜肠公黑公强吹就轻价，黑公黑牛就卡久，对不对？来现场来跟大家示范一下，黑面按键单，像那强菜，其实我们示范的是蔬菜汤，对吗？对，蔬菜汤哈，你像那强菜哈，其实就直接放进去啦。这是一个500cc 的焖烧罐，500cc 的焖烧罐。那食材切的大小哈，对，那像那你的姜片哈，你抹一些哈，你是切按代替是看没关系。如果你要给煮熟，我们会建议还是切条状。了解，就是你不吃你这么大片没关系，它只是调味。OK， 你有的强菜其实不用煮到很烂哈。对。那你的那个也不用说切太碎啦哈。那你如果说要像有的你要切开牛呢，你是再切细一点，切细一点。所以它改猪油，其实焖烧罐它没有一定的，就是你可以切得更细。但是你如果想要再不要那么细，就是看你自己，那到底放多少量，放多少水，其实你可以稍微做个实验，从某看你去打给需求，看我们自己的需求。你像那个萝卜，像是切一丝的，你说要切的再更细，也是看你自己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时候可以用工具啦，你总该矮滴就会一丝的，所以这个是胡萝卜，然后萝卜是然后全部给不用捞黑。同泰嘎福音用其实这个锅子刚才醒上已经是先预热过的，就是有加过沸水的，对，那你放进去，你要再预热，再预热一次，把水倒掉，再换新的热水哈。那要注意。
滚水这样做的，要沸水，要按水为滚水这样做的哈。有的香菜大概95、96度含做的，含做的，因为这个较简单，因为青菜很快就熟了。融肉的东西我们就会建议哈，是这样差不多。好，感觉上然后我们就对，那香菜有的时间不是焖那么久，香菜哈，你不要预热也是可以，只要这个水够滚哈，是做等哈，然后把它注入进去哈。所以其实只要备料，对不对？你把你想喝，有时候上班族营业松绑的时间有没有？其实就像喜常公很缺乏蔬菜，对，你就按永粥，所以你就放进去，老师然后把它转紧，然后把它转紧密封哈，一定要转紧，因为我们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的温度跑出来。好，喜常也焖一好，像这样子要焖多久？香菜较夹，像那种切丝，像萝卜的看看大概焖1小时。好哇，如果说是叶菜类哈，某逛的叶菜类哈，20分钟，20分钟，超过20分钟，有时看到拿出来是看到较黄，是会黄的，是不是按旧哈？很像米是会较旧，因为它质地较硬。好，你讲的五谷饭啊，要都可以前一天先浸水，浸水之后你再来焖煮哈，是，莫给底部较硬哈，焖的时间嘛超过2个小时。老师，俺问一下，像按用的东西，会不会影响食物的营养吗？如果说你没切这么细碎，对，譬如说你不卡就瓦斯炉，你是个煮滚。不用焖烧罐，这种影响是看某安排。OK， 你某瓦斯炉的时间哈，你要预热，就会老水倒退，让不用水，部分的营养素会流失。是，不过要有纤维啊，哈，还有的。还是会有一些营养素留存啊，总比没有吃到任何蔬菜好，对不对？超毛哈，所以哈，乡亲没有可能两片为起都讲哦，其实原来你走一张按简单改呛菜痛，其实不用落去加烧水是好嘞哈。不过其实你带上来呛菜痛，还有像某种按摩呀，其他嘅甜品，还可以做得做。你先聊下，等下再做那个。上一段节目老太高的分享是呛菜痛什么哈，其实我们这边也是有帮喜常很贴心，有帮大家整理。其实这就是老师刚才做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黑烟囱给管黑，古时候没有办法很仔细预热，反正就是水要够热，对，然后如果能够预热，然后切丝，20分钟就做好事这就是蔬菜汤的一种做法，对。不过喜常有讲，还讲你不用黑它抢出一个叶菜类。是唔是按灸？唔是按灸，希望佢吹就黃黃。會黃騰。不過孫先生講誒不慣用誒，總比冇食到整天只吃肉好。對，不過其實要喺搶吹筒哦，基本嘅其實現場還有一個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太棒了，這個蒙普小米粥，老師這就變得比較難。不過現場要煮黑。你講你黃埔買質地較硬的食材哈，所以你會建議是要切小丁。有，姑說你看現場的南瓜那個小米粥顏色黃黃，你看那個都已經煮到很軟爛。不過韓高蔥啊，就會它有肉老師，肉要先就是要分開預熱，牛先預熱之後再放南瓜跟小米再預熱一次，對，然後再注入熱開水。我们在煮肉的时候，还没特别注意，不用骨头按用的东西，一定要去除。太低有骨头的，你有口的，好像你的蛤蜊、汉的模式，该线的，各种的是较唔用焖烧罐，各种的可能较唔会熟。OK， 好，然后
而且像安永跟南瓜小米粥，其实你做的那个肉真的要是肉末，你要切的碎碎的。我是会切肉丝啦，肉丝嘛做的，嘿。是讲做唔得通台地，通台地其实基本都是唔会熟。唔讲係清好奇嘅酒係講像時常講搶吹筒20分鐘就做得。唔講像安陽嘅蒙浦小米粥，佢會煮幾久，2點鐘就做得。嘿，差唔多。就像五穀類，全部是我們會放2個小時，對，看它整個透進去才會比較軟。可是現在會擔心的就是說，黑公你不用貼久。黑不黑會有問題，它會壞掉。黑，你是講給它溫度，你其實整個是看給它溫度啦，哈。像你就等於是講，像我前一天晚上是來做，將我聽音樂，做中午的午餐是做較做唔得，哈，因為你不用一整夜之後，可能給它溫度在早上的時候是可能不到60度好，沒有到60度，那你就得係有煮滾呢，這個還相對安全一點。就得你是沒有開火，是用直接注入熱水，給整個不是完全殺菌很好的，那個就比較會有 fight 的疑慮。所以早上是把它洗太。你要是前一天晚上燜的，早上起來當早餐，我是。早上起來就當午餐，希望就會講你早晨好起來，你做嘅時間可能2點鐘過後，你可能講佢沒有問題還 fighting， 你早點先倒出來，對不對，老師？你就先等於就是煮好的一個東西。如果黑公你嘅辦公室有冰箱，你就先放到你嘅冰箱底度，有冇？你中午要吃的時候，你再拿出來微波一下。唔夠沖涼係嘛嘅，其實大家會說，哎呀，係咪輕麻煩？我知道唔會麻煩，因為其實你煮嘅過程係輕簡單嘅，你就備料嘛，你會出門嘅時間加入熱水，你就做得來上班啊。係冇，喺講2點鐘過後，趕快把它倒出來啊，中午就可以有一個很好吃安用嘅大家講嘅金瓜小米粥，而且又鮮甜，然後又自己做的也安心，較方便。還冇煮熟，你再去煮熟是做得啦。也是啦。對啊。我知道基本我好似都在充電，就會講你黑公有安用嘅燜燒鍋，我知道會練習。我覺得先從簡單的開始練習，啊，你就可以抓到時常講的訣竅，黑嘛該訣竅，比如說到底要多少水，黑嘛啊，你東西到底要切多細，你煮個你試個2次3次，你就知道大概你會抓到那個感覺。不用怕失敗啦，不用怕，頂多冇熟。冇熟你是拿去微波，這個不對。人家說玩樂器要有手感，比如你彈吉他嘅時節，睇下有手感有冇？我重新煮用按鈕給燜燒罐，你做個5次，那個手感就來了。對，雖然我都失敗，可是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再回去進行我的再試一次，做簡單嘅。我可能會先從蔬菜湯開始。大家會知道，小米粥就得煮蔬菜湯，其實唔單止按鈕飲哦。我覺得這個很酷誒，聰媽。這個也可以，這個也可以，而且這個好像時間更短，而且它只要大概1小時，黑貓。其實銀耳你如果買那個新鮮的更短哦，整個大概燜1個鐘頭是做的哦。老師，那這可以做甜的，可以做甜的，你做這個不用給落去哦，是甜甜，是不是？讓會不用痛，安永就做的，對不對？而且你看哦，黑公你吃小米粥，你覺得是正餐，那像銀耳安永這東西，它可以是一個很好的甜品，甜品，對不對？當成點心，白木耳熱量又低，哇，而且又多糖體，多糖體對你的免疫嘛較好。對，不過當然哈，我們天眾係同大家的分享係已經老師做好的湯品，當燜煮各類食材還是要有注意的，對不對？老師這邊有沒有特別要提醒鄉親朋友嘅？一個是蛋吶。亂沒有辦法，是講你攞其他食材打開下去預熱，因為給液體。不行，我不可以燜燒罐打開，然後打1顆生雞蛋。可以啦，就是你要用很滾的滾水，是對，然後再把它燜起來，這樣子是可以。可是你要跟其他的食材一起混，就比較不好。OK，那再來的話就是燜燒罐其實還是可以做水煮蛋，只是說它一整個蛋你莫用冷藏給它溫度比較低，你用室溫的蛋和
你要换水好几次，让它一直维持在温度比较高，毛鸡的温度没有办法透到很里面，哈，它比较不会熟。很浪费是讲你鲜奶它不适合液体的东西，它不适合按眼粥哈。你如果按眼粥是用奶粉。所以不适合的食材像牛奶、按那东西，做的用一点点奶粉是做的啦。哈，像豆制品了就全部会硬的哈，硬的食材是会，硬的食材是会浸菇，浸菇让它煮，让它熟。那像糙米呢？就先泡，先水浸菇，按用的东西，好让它透过。这大家提醒大家一下，对不对？像醒常就讲，像全谷精跟类坚果与油脂类，对不对？哈，就像醒常讲，黑公你真的可以先焖烧，先煮过。你都那时卤煮都不好煮了，用焖烧罐真的不好煮，更不好煮。对，我每次都会按容易啦，不管你用电锅呀还焖烧罐，其实大家就提供某种给便利，因为它还是有它一定的限制嘛。因为被共同焖烧罐就会讲，其实你做得带出按用给菜啊，你上班的时间较便利。比如说像平常你会帮儿子准备嘛，对不对？他去学校的时候，不是只要吃那种便当而已，对不对？还可以有一个比较有营养价值，按用给汤品呀吼。而且其实我觉得。吃这样的汤品，就像老师讲的，其实你分量也没有太多，一个罐子，还有500cc 就已经很足够了。对女生足够啦，对男生你就准备2个，好用这样。对，然后最后刚刚醒常也有讲到，我们不适合放焖烧罐的食材，醒常有供的，像牛奶啊，对不对？这边讲到奶茶、柠檬汁、酸梅汤，还有给酸性食物，看某适合，对不对？哈，这就是给不给其实帮大家总整理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注意哦，这个这绝对因为你知道吗？像我就会觉得是不是可以放奶茶？可以放，如果很快喝完比较没有关系啦。你如果要放5、6个小时就比较不建议。对，老师你看哦，南木一哈就按用饮给东西，像你放，如果你煮的是瘦肉汤或是鱼汤。那个汤跟那个肉，其实那个营养价值都还是很高的。对，所以并不会觉得只喝汤或是只吃肉这样子，就都要吃进去，那营养价值才会够。我们共豆鸦片太敢唔低有发现吗？其实焖烧罐可以煮的东西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多。对，还蛮多的啦。对，很多的一个变化。最后要提醒大家一件，就是冬天它冷。你的水其实降温很快，是所以用焖烧罐做料理的时候，那个温度要特别注意，一定要够热，对，一定要够热，中心温度超过70度，黑吗？这个很重要，70度，至少好不好？吼，希望用镜片有可能你今天改节目知道讲，原来一直按用改讲，你走到按都已经改东西，大家走在起款啊！谢谢，感谢欣赏的都鸦片，好，天天好嘞，怎么改嘞？做人堂的哟。